2018年西班牙国际拳击公开赛于5月13日落幕，代表中国拳击队出战的新疆拳击运动员买买提托尔寻获69公斤级金牌。本次西班牙国际拳击公开赛共有来自15个国家的代表队参加，聚集了各国拳坛高手。中共政府在占领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东突厥斯坦，以访民情、惠民生、聚民心及民族和谐的口号，再次扩大结对认亲政策的范围，强制实施定期入户，要求汉人到结亲后维吾尔人家中同吃同住，对维吾尔人实施不定期的走访和监控，侵犯隐私和家庭生活，进行政治思想灌输等等。中国政府的这种做法，充分说明中国政府已下定决心要彻底同化维吾尔人。5月17日是穆斯林1年1度的斋月，在中国入侵者占领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东突厥斯坦的穆斯林与往年一样被禁止分斋。斋月已成为被羁押在所谓政治教育培训中心的穆斯林极具向往的奢侈品。尽管如此，羁押人员会用穆斯林独特的意志及方式方法进行分斋、祈祷。巴勒斯坦民众抗议美国大使馆迁往耶路撒冷。在距离使馆不到100公里的地方，与以色列军方发生了暴力冲突。巴勒斯坦卫生官员说，有50多名示威者被枪杀或死于催泪瓦斯，1000余人受伤。总统埃尔多安于5月13日至15日前往英国进行了国事访问，与英国女王伊丽莎白2世和首相特蕾莎梅举行了会晤。总统埃尔多安在伦敦举行的会谈中，讨论了在经济、贸易、安全、国防工业、文化等重要领域进一步发展双边合作，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局势，包括具体联合行动计划在内的地区发展，塞浦路斯与欧盟关系，以及共同发展反恐斗争的问题。愿真主喜悦和天使的祝福涌向你，分斋无尽的恩赐和报偿在今后两世荣耀你。祈祷真主能在斋月中宽恕和嘉许我们穆斯林，拥有一个收获节庆平安的斋月，也祝愿每个穆斯林完美完成功课。